喺南灣公路起點嘅高雄甲線，八八太水過後，現正較為團結。南灣公路嗰度為所如烏黑封路，對當地嘅經濟造成嚴重嘅影響。2010年，新嘅甲線大橋啟用嘅南灣公路含前開通，人客路村到200嘅60個。甲線農民除了利用有限嘅耕地來種烏話，希望在嗰屯烏話志向一個招牌提出個計碼。也結合新出名嘅術語，可以南洋傳統，而向觀光客睇下填圖，無過用200寸高路財嘅方式的。然後去年呢，睇全國棒太數比賽，打第二嘅甲線國手棒太數隊，資源唔拉，還係拼到大嘅精神，也帶動嘅三旗士氣，變做甲線人嘅精神象徵。打造農民去田後老張種下去嘅烏話，還有是背後吊彩色嘅甲線大橋，形成烏話故鄉嘅印象。去年高雄市農業局開始透過協助鼓勵農民來種烏話，希望重新帶動在地特色產業。爸爸種咗了，就人沒有啊，因為那個路沒有通啊，台中也不能通啊。山民啊，人民通啊，所以就沒有，客人就冇來嚟啊，來也冇草嘛啊，冇草嘛計㗎啦，食餅，食餅就用雞就好了啊，栽培就好了啊。我們要把客人留在甲線嘛，所以有也為產業啊，產業就所以根本就是烏話啊，就跟農會啊，社區我們社區啊，社區啊，就大家講好，就講農民講好。就講來種，種來就多2斤，就1斤就2塊，就講人買。4年前呢，爸爸風采甲線大橋本水大團體的畫面當等人講，未影響甲線產業。南灣公路機械所在本體講唔得，多件還本講唔得，來引人客無搶條板多。市區嘅店家冇買生意好做，一到店尾都數起來嘅，留下嘅路紅嘅看板，多少嘅很快認出條牌嘅好講件。較早好賣無？較早很好哦，要賣爸水災啊，足好。現在。一工賣偌濟較幾時？還賣爸水災啊迄小麥哦，攏逐間攏嘛賣200多斤。2010年在後再個起嘅新甲線大橋通車，在地居民重新思考運用嘅老地方經濟再個發展起來。從細啲甲線大業未係烏話本身天然台調解曾經中，一下喺甲線外向協會嘅理事長，佢知道甲線嘅農業同人文係社區重新發展起來最好嘅本錢。但是突然間人沒有了。人不來了，那經濟也中斷的時候，我們就開始想，是不是我們要回復到我們的農業，以農業為根本。那我們已經沒有過路財可以賺，南橫公路也斷了，那馬夏的公路也斷了，那我們就以農業，那農業又可以配合上農業觀光，那農業觀光再把人潮給找回來。但是這個找回來的過程是當然有點漫長。風災之後，生意變差了，所以變成他們要重新去思考，說那他們到底本質是誰？所以他們現在開始去種的是，那甲線如果芋頭少，那甲線芋頭算什麼？所以他們開始去思考，那什麼是好的甲線芋頭？他們開始去種有機的，然後開始去種稻米、甲線米，然後他們的竹筍也很好，梅子也很好。他們等於是重新去發現他們自己的特色在哪邊。那過去生意很好的時候，我覺得不會有人去想到，回頭想到自己。沒有人難殺故鄉情，標題都市紅嘅神法轉到甲線，
落成做沙期工作。今年45岁的郑丽云，公司强系上位在后重建出一份心力，没想到转来到今新年呢，咪系爱向协会的成员。本但全唔晓得做农嘅佢，也下唔但唱为私田国务同农民的感情，就像不可形容嘅。其实我离开甲仙已经20几年了，然后我就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到处去访问，然后我去到一个山上，有一个阿伯跟我说，那时候已经灾后3个月，阿伯问我是不是乡公所来的，我说不是，我是爱乡协会，然后他说。他很感谢的握着我的手，他跟我说：“我是第一个到山上看他们的人。”其实我心里很感动，因为年轻人都外流，然后这些田都已经严重受创，需要有很大的经费才能去把它复原。阿伯他们能力真的都有限，那还有很多田都是休耕、半转做这样，那我们就觉得这样农村的价值都不见了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好，那我们自己下去做。也是5岁呀。这长出来，这个爱做老吗？爱，对，也要，我们那刚漂亮就是把它留这样子。好。一项研合做得田的农民，強下起個人來聽同8日立台嘅，也係愛向協會人多年3萬傳統嘅其中一項。認真甲線耕種嘅地體有限，面積10萬以上，農民出嚟種烏嘅。一年挑田8日都有出產，咪係重要嘅經濟作物。愛向協會鼓勵農民冇落按多化學品嘅有機農法，來增加作物價值，韓國拍農事體驗來上研下。今日來體驗今日農業要做工人嘅辛苦啊，當好教，除了當好教，可是看到佢也當辛苦安尼。其實農民他們說真的體力上都有限的，那我們現在做的是。我们现在能做的是农事体验，把游客带进来，然后应该是整个甲仙动起来，然后也许吧，我不知道。長期關心甲仙的作家馮正義發現也條傳統沙期演出成員，其實沒有當天嘅生理面，平時看起來相互競爭，面對困境，大家共同合作。比如说像志成那个皇都餐厅的主厨，他就说他是打杂的，一本初衷都是打杂。打杂是说只要有活动要办，有事情要做，他们是不分部门、组织、店家，他们都一起来做，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很重要。那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，公部门的补助或是资源呢，应该是方向对了再进来，而不是先给钱找方向，那是错的。那他们跳出来就是说，他们想到方向就是。他们要做深度的旅行，深度认识甲仙，而不是只是来匆匆去匆匆。那这样方向对了之后，他会知道怎么去找他们需要的资源。除咗重新發展菜體舞嘅產業，甲仙一下動有名嘅就是綁體操運動。以下等腳譜，太上等腳好，甲仙貴少綁體操吹嘢也條聲音呢，兩下班出老太人綁到QQ網，就算訓練嘅資源同讀書嘅學校比唔得，去年還係得到全國比賽嘅亞軍，也鼓勵人心嘅故事和拍做紀錄片，啲體驗放鬆，動感童年。小孩子在4年前受到很大的那個風災的傷害嘛，那時候留下很多的那個傷痛跟陰影。那像他們的那個有些親人啊、家人或者一些親人或者一些同學啊，就是已經有離開了這樣。然後再來就是家中經濟也有受到很大的影響。拔河這項運動很奇妙，就是跟其他運動不一樣。拔河就是可以在一瞬間，比賽開始的一瞬間，就能夠讓全部士氣熱血沸騰起來。所以我就是希望說，能夠讓拔河去培養他們這種人生態度，讓他們的整個精神跟態度能夠熱血沸騰起來。一條聲音嘅大病嘅精神，未象徵沙期晚期上嘅處理。
就算之前有限頭咩唔會同阿多，就講唔會做夾線，竟然想到傳人入閘注意，嘅天地動體可以連做門市，以菜地創造創業機會，咩希望打幫企業資源來帶動香港產業。跟賣蚵仔冰的阿忠在路邊2個人就聊了很久，他告訴我很多關於甲仙這些年來這些故事，那我就有一點起心動念的想法是，當地人好像很渴望能夠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，同時他們也渴望說，像我們這種經營事業，然後之前在台中新社，在整個社區帶動社區觀光跟社區經濟的這樣的一個，能夠提供給他們的一些參考。然後明明知道我們去開一家店，他一定會虧錢，因為甲仙現在沒有遊客，沒有人喝咖啡。那我們能不能去做一個平台，做一個小店，然後讓更多的人透過我們的網絡去認識甲仙？來，先選一片吧，鋪上去。一片就好了嗎？對，我們可以不要那麼長，可以把它對折一下。然後這個9層塔，柬埔寨叫做雞。他們的柬埔寨話叫做雞。啲老婦嘅和談行同新出名好做菜，未係甲仙也不會將發展起來嘅法通。也見係新出名成立嘅依據傳統。爸爸風采過後，也到新出名媽媽同甲仙人向下開始重建家園嘅基因。去上鄉做農，下山行愛離家，有時節見先到東上愛轉每家。也到相互鼓勵嘅姊妹，出來到做下，分享一片一片家鄉料理，全部按成就嘅，一下咪係沙期嘅文化特色。因為我有大概知影講，阮甲仙有啥物無共款，嘿，因為阮嘅甲仙好嘅所在，阮嘛希望講阮嘅姐妹有一個能力迄度要做啥物工作，阮敢若毋是會曉做工作呢啊。啊，毋講阮嘛是會曉出這項嘅菜。一個風災過後，新移民在甲仙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。很多一些家庭離開這個地方，或是說比較年輕的到外面去工作的，但是只有他們留下來。那當我們在推動農業方面的時候，他們就是甲仙農業的主力了。南灣公路嘅起腳點甲仙，用甲嘅好路客家原住民同新出名嘅文化，一從天災帶來萬幾多嘅傷痛，留下來嘅人，才展現出客家當硬嘅生命力。個日下來就想講，冇想到一片甲仙一片沒有芭蕾，沒有嗰種陶芸手，有很多東西。頭擺就唔抵就抵，來一片就是五個本來的天天，係啊，一多張來一片啊，覺得可能喺八八風災睇嗰個的人民嘅嗰種嘅重建嘅信心啊，覺得大家共下嗰種嘅努力啊，覺得當台啦。因為過去甲仙是被經過的，可是經過真的會錯過。現在它是目標了，為什麼？甲仙就等於就是台灣的拔河之鄉，然後南洋媽媽料理美味，拔河之都，梅子雞任何物產的很棒的地方，大家來這邊是要感受甲仙的美好。它為目的之後，我覺得很多正向的努力就會慢慢的發酵出來。強強為行到無路，面到無街，甲仙人改變條牌，專門傳過路人喺前嘅想法，重新發現菜地嘅特色。第三期在採過程當中，無本出去有強用嘅想法，就像幫體所用嘅，希望一步一步得到人喺認同，重新尋找菜地嘅好工具。